人工智能領換又出咗個王炸啦！全球首款通用 Agent 產品 Manus 最近開始咗部分內測，直接將晒自主智能領運向前推進咗一大步，簡直就係世界嘅超級賽亞人。Manus 係乜嘢呢？從官網嘅案例就可以睇出佢有幾犀利，佢有住超強嘅獨立思考、規劃同執行複雜任務嘅能力，唔似其他西可能只係停留在生成想法嘅階段。Manus 係可以直接交付完整成果嘅，通用性同執行力都去到盡。同現有的 AI 助手相比， Manus 堪稱6邊形戰士。Claude 可以多任務操作， Manus 唔單止有呢個本事，喺多個領域嘅執行質量仲係超勁嘅。唔理係複雜嘅市場調研、繁瑣嘅文件批量處理，定係個性化嘅旅行規劃、專業嘅數據分析， Manus 都冇問題。佢可以喺虛擬環境裏靈活調用各種工具，編寫執行代碼、智能瀏覽網頁、操作網頁應用，樣樣都精通，主打一個行動派。而且 Manus 喺權威嘅 Gaia 基準測試中，直接創下咗新紀錄，性能將 OpenAI 嘅同類產品遠遠低。Manus 呢個名都好有來頭，源自拉丁語 mens and manus， 即係 mind and hand， 手腦並用，同麻省理工學院嘅校訓一個意思，就係鼓勵將創意變成實際成果。官方都講咗，佢唔係普通嘅聊天機，而係真正嘅自主智能體。再嚟睇睇 Manus 嘅使用場景，真係豐富到痹。旅行規劃，佢可以整合信息，幫你定製旅行手冊；股票分析深度剖析之後，仲可以設計超遠嘅儀表盤嚟展示洞察；教育內容創建，幫中學老師搞定複雜概念嘅視頻演示材料；保險政策比較，會做表格俾建議，幫你揀到最合適嘅產品；供應商購，喺全網羅最匹配嘅供應商；財務報告分析，捕捉市場對公司嘅情緒變化；創業公司列表整理，相關網站一搜，表格好容易就搞掂；在線商店運營分析，俾你可操作嘅策略嚟提升業績。咁犀利嘅 Manus 喺Gaia基準測試嘅3個難度級別上都取得咗最先進嘅表現，超越咗 OpenAI 嘅 Deep Research。佢呢一發布，感覺 Agent 方向同雲服務方向即刻就要被引爆咗。唔使講，真係有可能開啟人機協作新範式，成為通向 Augie 嘅一扇大門。我哋就等住睇呢個超級 Agent 仲可以俾我哋帶嚟幾多驚喜啦！